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好，大家晚安，又过来到咱倒数的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8集，欢迎大家参加。我是阿明，也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咱今仔日要读的册是台湾通信30档纪念日刊。咱今仔日要读2篇文章。头一篇，台湾的第一篇台文即选稿，市议员李文静即选稿，作者就是李文静。第二篇，毋望成做一个带头改变的平台，作者是杜信良。咱先来看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伫咧册顶461页的所在，线顶第124期第12页。这篇文章计共有14%，敢有朋友要先来 ？In this sky， 你8月你嘛看有吼嘛有真久啊吼。我是今年敢若热天的时阵，6月、7月的时阵才开始倒伫学。我嘛毋是真用功的学生，歹势我只是安尼有时间啊，我就用这个书典啊，伫推文顶悬伫甲人练喙皮的时阵啊，帮用学拢通啊。我是真有兴趣要对逐个学习啦。我面皮较厚，物件见识会使对逐个学落去安尼。好啊，无要紧啊，因为这咱嘛毋是讲咱大家就算讲伫咧读册过程当中，就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当然，像咱这台语要学，真正嘛学袂了啦。无，敢要试看卖啊咧？请你来甲咱读2趴好无？好，安尼我来试看卖。好，请。复兴母语，正对落实母语教学做起。落实母语教学，正对台湾做起。第2趴，语言通讲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基础。语言嘛是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过什么款式的生活上重要的元素。但是咱的执政者并无安尼认为，因拢讲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尔。我想这款的看念甲过去的执政者的心态是无啥物两款的，因为拢是徛伫统治者的角度咧奴化人民，这是真互人痛心的代志。歹势，我真正连我足慢的。无要紧，感谢In this sky， 我感觉袂歹啊。系啊，台语就是安尼，就加讲加练习，就豆豆会较进步。嘿，感谢。好，安尼咱先来看你拄则读了小可较客的所在啦，吼。咱先来看第一趴吼，因为你用线顶的，你看线顶的，所以我用线顶的来甲你讲吼。第一趴的所在的最后一句话吼，请对台南做起啦吼，头一字的请吼，伊咧读做请安尼。过来看第2趴，对头顶算落来第3节，语言嘛是决定一个国家吼，迄个决定吼，对，安尼无一个 H， 所以毋是决定是决定吼，毋是。嘿，对，感谢。对，我印象内面嘛捌听人讲过决定吼，决定甲决定吼，拢捌听人讲过吼。不过就是讲，因为伊这册伊这文章写的是写决定，伊写啥咱就甲读啥，安尼，这个我关键安尼。好，大概我的部分是安尼，我请小嘉甲咱看有啥物所在。好，我看迄个字伫咧线顶的拄则读的第2趴，下骹算起来1、2、3、4、5，第5纸，迄是即款的观念。OK， 补充1字，以上。安尼感谢 In this sky 吼，替咱读一个头前2趴。顶回捌听 In this sky 讲，毋过袂记你讲是台湾倒位人哈。
歹势，我搁自我介绍一下，我顶回无正式的自我介绍吼。我是台湾出世，细汉的时阵3岁外，甲阮爸爸有去非洲迄个马达加斯加带过4冬，才搁转来台湾成长甲28岁，我考着奖学金，才来日本读博士，了就留喺日本伫食头路，甲今仔日安尼。我即摆已经是日本国籍啊，平常时拢伫日本，有时间我都会转去台湾安尼。我是这个状况。了解。所以阮知的家庭都是讲台语的，比如讲爸爸妈妈是讲台语的，敢是安尼？阮爸爸妈妈拢讲台语，阮爸爸是花莲人，花莲的人。是。阮妈妈是迄个算台北内湖的人。因为我甲阮爸爸最近生活的时间较无遐长啦，因为我自转来台湾了，阮爸爸还佫留伫马达加斯加咯，一直到我得要读大学，伊才有转来台湾，所以我要对阮爸爸学母语的这个机会较少，所以我大部分拢对阮妈妈伫讲的台语伫安尼，就是习过来安尼。算讲家己的迄个台语的腔口是较我妈妈这边的啦，因为生活的时间甲妈妈斗阵较济嘛，对，无错，了解，感谢你的分享，感谢大家，好，安尼咱过来刷落读后壁第3趴、甲第4趴、第5趴，无咱请小嘉，敢有方便？好，是读到第5趴呀。对，第3甲第5，我拄则出惊，我讲毋着，搁第6趴去啊！讲迄个伊莫讲互准哦，我带去都歹听。就变做迄落歹听。好，安尼我开始。好，大家拢知影，柯市长真重视外语。但是你敢知影，外语要学会好，是甲咱的母语讲会好、袂好有真大的关系。所以，柯市长重视外语、轻视母语，是颠倒病的做法。一个人若是连家己的母语拢无重视，看无起家己的语言，讲会当对咱的国家做偌大的贡献，我实在毋敢相信。咱若无法度建立咱家己的文化特色，咱就无法度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民。到最后，咱只有成做别人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奴隶。政府对91年度开始实施母语教学，这是真侪热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士所打拼的成果。伫遮，我请教柯市长，咱台南市实施母语教学的情形，毋知你了解偌济，有满意无？伫遮。针对如何做好母语教学，以我个人的经验，有几点的建议提供予政府做参考。以上。好，感谢小嘉。我是无听到这个读的部分有啥物问题呢？好，感谢。在场已经大家拢读过啊，所以我想讲来点这个马路口，敢有方便？为倒位开始，请问第几页？462页。OK， 好。无你，互你读2拍，好吧？好，就是第1点到第2点安尼嘛，吼。嘿，是，好。好，安尼我开始哦。好。第1，对91年度开始实施的母语教学，绝对爱彻底执行落去。因为一礼拜只有1点钟的母语教学是无够的，英语2节，华语6节，
这嘛是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讲的母语是上好的教育学习语言的主张。第二点，为一寡学校并无聘请合格的母语老师来教母语，安尼做是毋对的，因为一般的老师并无受过母语的专业训练，甚至母语讲了比学生较含慢。如果互因来教，效果会较歹。以上。好，感谢马鲁克替咱读第6甲第7趴一寡字词啦吼，算讲甲大家讨论。拄则我读的第6趴吼，第一抓，即个是算编调的问题。对91年度开始实施的母语教育，迄个开始的始吼编第1条，过来是第2抓，执行落实。拄则我迄个实可能读了毋对字气。好，大概是安尼。咁什么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可能有一寡变调啦，毋过我感觉我家己咧读白话字诶时阵，嘛是读煞了后才知影讲拄则倒位变调变毋对。嘿，即个读白话字诶时阵，我有发现着，就是变调诶部分，可能就是爱规纸先甲伊看过，才来读。嘿，所以我感觉这毋是大问题啦。嘿，因为我拄则伫咧读诶时阵，你嘛有听着我一直咧有一寡变调，我一直咧变来变去。有嘿啊，因为有当时爱修正者，就是因为咱可能咧看即个白话字嘅速度，可能也无遐紧。我家己嘛是安尼吼，所以有当时读到迄个所在时阵，咱会感觉讲奇怪，较像怪怪，所以咱会搁重读一遍。嘿，就有当时就是变调的问题，还是讲字的问题安尼。这种真正常啦吼，就加读安尼，大家就会较顺。好，安尼感谢阮啊。过来，因为我看阿阳敢有清麦哈，阿阳安安，即马敢晓有听到你的声，佮有听着电视的声呢，来福的哦，来福，因为爸母咧看电视。好，无要紧。我是讲你敢有方便读册？会使，毋过因为即马用电脑，若是我跳掉，你着知，我惊讲我会跳掉。无要紧，咱先读看卖，无咱对即个第8趴，就是即个第3点的所在。好。安心甲你按2趴啦，假如讲你若跳掉，我再甲你接手一下，安尼好无？好，系啊。好。第3，教育局应该根据台南市小学的班级数来编列教业的母语老师，袂使因为经费无够来乘做理由。目前台南市小学班级数大约7800班，毋过学校聘任的母语老师总共才61个尔。有的学校根本都无重视母语，无教母语，即款的心态要安怎会当办好教育？第4，尽量鼓励国中开办母语课程，因为国中生拄好是转车的时阵，若会当上母语课，囡仔一定加较袂变歹，而且母语罗马字拼音嘛对囡仔学习外语有真大的帮助，并袂增加囡仔课业的负担。好，以上。好，感谢阿阳。我家己是无听到什么字词的部分毋过吼，拄则阿阳读的部分有一个词，大家会使甲学起来，就是第9趴的所在吼，第4点这个所在，第2抓有一个转车。这个转车这个意思就是讲转大人啦，吼，转大人的这个意思。这个词嘛真大机会，大家会使甲学起来。好，感谢阿阳。大家敢有其他什么款的所在要甲咱阿阳讨论？假使讲若无问题，无我共款趁2趴啦，好无？我就读第5点、第6点、第7点安尼，就是第10趴到这个12趴。第5。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幼儿教育用母语来教学，因为
母语对0到5岁的囡仔来讲是真要紧学习的阶段。为着要互咱的母语会当无滴到灭亡，幼儿教育的阶段是真要紧的。政府应该提出对策，毋通互幼儿教育煞成做母语的杀手。第六，教育局应该定期举办母语老师认证，培养较侪母语老师的人才。第七，为着要互一般老师具备母语能力甲对本土的认捌，请教育局伫争取老师的时，会当增加有关母语本土人员的试题，并鼓励学校老师多参加台湾语文研究的课程。以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甲我指点？无听到啥物字呢？安尼好，感谢。原来有举手，原来请讲。我想要针对迄个0到5岁，嘿，敢有搁较另外一种讲法？另外一种讲法，吼。嘿，好啊，咱甲找找台语一个。因为我是想要针对讲，就是咱的讲法的问题，毋是去考讲即个字应该安怎读。来讲即个部分，我感觉会使用0岁比如讲母语对0岁甲6岁的囡仔，你感觉即款方式敢会使？还是讲大家其他有为0岁甲5岁、3岁甲4岁？还是讲母语对红孩仔甲伊5岁即个阶段，大家感觉安怎？我感觉会使讲为出世到5岁，因为红孩仔应该是讲2岁以前拢是叫红孩仔对无？改成是红孩仔对啊，当出世一直到2岁，无到2岁拢是叫红孩仔，所以我想讲着为出世到5岁安尼。OK 哦，袂歹哦，感谢小嘉。原来你家己感觉咧？因为我原底想讲，为虾米无爱讲5岁以前，安尼就好。搁较厉害。原来即句话真，我咧台语即个较袂晓表达，我讲一语惊醒梦中人，你个感觉，你知无？互你讲卡着，无，就是等一个雷公，规个怎醒起来安尼，规个人反应过来。我感觉马路口原来即个讲法嘛会通啊。母语对5岁以前的囡仔，吼，这捌真顺的吼，袂歹，感谢阮仔，感谢小嘉嘛，感谢阮仔，吼，提供即个真好的讲法。好，安尼咱阁爱继续落去。因第四届敢也有伫咧，已经读一轮过啊嘛吼，所以我有伫诶，嘿，无要紧，即马敢有方便阁替咱读挑战看觅一个。好啊，无咱甲即个剩2拍，为即个第8点开始遮。好，学校实施的母语爱摕底执行，并且鼓励学校就使用母语教学。教育局嘛会当制定鼓励办法，看倒一个学校做留较好。以上几点建议，希望对咱的母语教育会当有所帮助。我嘛希望高市长会当扮演一个珍贵母语的推动者。这可能比你做起逐个代志更加有意义，历史阁会甲你留名。母语的复兴，文艺才会当复兴，人民才会当真正当家做主。母语出头天，才对台南市做起。歹势，我念甲字字字字，哩啦。来紧，感谢因第四届，请指教一个，系，感谢咱头煞。好，安尼咱先来看第8点13拍的所在，头一抓吼，迄个学校实施啊吼，拄迄个诗听你咧读有迄个缩声器，吼，毋过则无缩声，吼，过来上尾一句啦吼，学校做了较好，迄个了，你改成读做老去，敢有看？有看，嘿，学校做了，嘿。好，过来上尾一拍14拍，第3抓所在，考啦吼，考市长
遮因为有 H 嘛，就读做 call 啊，过来后壁遮 call 一张会当办 n 吼，办 n 的 n， 啊，过来后壁有一个办 n 一个，其实这个经吼，若甲查这个找台语，看起来伊华语是讲拯救啦，啊，拯救伫这个找台语顶悬，伊是写拯救 CHIN 的第二条。伊线顶甲即个册顶拢写做 CHENG， 伫即个找台语顶悬照做是找无，大概是安尼。还是啊，刷来这个过两抓迄个这个零比例做这我念甲哩哩啦啦吼，这到底是啥物意思？这哦，好，我读一遍啦吼。这可能比你做其他的代志搁较有意义。哦，嘿，做其他的代志啊，好，谢谢，安尼话，嘿，变细字，嘿嘿，好啊，系，好，无要紧，若有啥问题拢会当随时迄个问啦吼。好，小加请讲。其实即篇白话字内底啊，伊有几个字吼，譬如讲咱的，也是拄则 InDisguise 讲的其他的，吼，迄个下啊，其实我感觉迄毋免加一个秩序啦，因为伊有加，我感觉看起来怪怪。对。你拄则你读的迄句讲，这可能比你做其他的代志搁较有意义。迄个其他加迄个下吼，都毋免加秩序。啊，搁头前。有一个出现两间，毋过我即马找无啊吼，就是讲咱的譬如讲咱的母语，迄个咱甲下嘛毋免加秩序。我认为是安尼啦。好，以上。我感觉我嘛感觉毋免啦，因为你若加秩序吼，是讲即嘛悠哉人诶啦吼，就讲原说逐家咧书写诶方式无啥共，毋过咱家己诶惯势就是即款诶，咱就袂有秩序伫咧啦。除非讲有轻声就另外一说，迄是double诶，迄是算轻声，轻声变调，迄无共。好，感谢小嘉。啊，大家感觉还有啥物所在要参咱 InDisguise 讨论？无，毋过有一个小小诶建议，就是拄则听 InDisguise 伫读白话字诶部分吼，我是感觉无啥物问题，只是较无关系一寡字，譬如讲 CHCHH 吼，啊个 KKH 吼，啊个有 TTH 即款诶音啊，吼，你可能爱加读几届，安尼才会较熟手，就是毋知要读倒还是讨诶时阵，嘿。以前我刚开始读白话字时阵，共款嘛是有即款情形，所以即个加练就好啊，迄无啥物问题。你读了足好诶，甲你拍扑啊。好，以上。谢谢。拄开始有影哩哩啦啦会歹势，系，我会努力，系。这都是规定啦吼。从我打开始学白话字嘛是安尼啊，做迄个。其实讲真诶，我诶迄个英文毋是介好，所以当我知影讲有白话字即项物件时阵，我是留啊淡淡啊，是安怎讲诶？我想看到这英文诶字母，这对我来讲可能有淡薄仔困难啦。毋过我嘛是想讲试看觅嘛，学看觅，其实嘛讲起来真正甲英文诶理路无共啦。所以咱学白话字时阵，爱甲迄个英文诶发音嘛啥，迄拢爱甲放袂记。因为理路都无共，语言都无共啊，对无？因为手机有迄个拍台语嘛，就一直甲练习，一直甲练习，超2礼拜，就连讲了啊有熟手啊啦，会使安尼讲。因为我家己本身就台语环境都有嘛，要拍字啊啥。当然是加较慢，有当时拍毋着字，有感觉这拢这无啥，这都加练习就好啊。以上，甲我诶经验分享互大家。嘛，遮嘛鼓励 InDisguise，就是会当加用一寡这个 keyboard， 用 keyboard 来学，我感觉是加真紧啦。我感觉用拍字这件代志吼，要来学白话字，其实速度是加足慢诶。过来第一篇文章已经读煞。过来，咱的时间就交互小嘉。好，咱开始读第二篇。第二篇敢若有册顶的都
歹势啊 ，in the sky 线顶就无啊，你就听阮读就好啊。哦，咱第二篇文章吼是伫咧第279页，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信良先生。梦正做一个带头改变的平台。这篇文章计共有15%。若照拄则的顺序是应该轮到我啦。毋过因为即趴换我开始带大家做伙读，所以我先跳过人过。是毋是换完啊？敢有方便？好，读5%好无？好，好，安尼请。好开始。台文通信30岁，要写一篇文来庆祝即件代志，直直藏伫心肝。总是代志积粒伤多，煞有意无意放互去，是下米兄看会起招咱写，阁无写有影会袂得过。即2-3冬内，咱写应该有变，详细要讲变安怎，我嘛讲袂写出来。咱最近6月26号有替成大台文系讲一场讲座，题目是为虾米写台语诗？有几摆文学奖的经验了外，好看头尔，其实咱无啥适合讲文学，所以咱拢讲啥？咱讲感觉台语界迷失伫家己胃的壳仔内，要讲一句话，有影是酷笑酷笑。若有先摆听了无爽快，请量情，嘛请先甲强烈的意识形态放下，刷读落去。即几冬母语的发展好无？我的答应是肯定的，总是相信真侪前辈犹原感觉无够。毕竟风打压遐久啊，母语平等参像永远比人较差。咱反过来想，这敢毋是需要时间去争取来的？要摕啥物来争？摕啥物来比？无论体制内外，落尾你的实力甲话语权才是力头。讲到政治，当然书写民主化是咱梦上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透过政治认同，亲像语言发展法、设立电视台等等，这比民间舞30冬外效果愈好愈紧。毋通学媒体掠咱话骨，讲这杂志无效，生济硬拗，无头前民间无私的推杀，母语毋知消失去倒啊！以上，感谢阮啊！我有听到几个字吼，提出甲大家讨论一下。伫咧第3%的头一纸，台语界迷失。你拄则敢若毋是读迷呢？你读迷哦。共款即趴的上尾纸吼，因无写清楚，先甲强烈的迄个强啊，敢若听无啥清楚，无要紧。上尾迄句话吼，煞读落去，变调话安尼变啊，我会读煞读落去。毋过迄个字我是有意见的，就是迄个煞，我认为是应该爱 SOA 第3条，毋过伊写 SOAH， 吼，这是我的看法啦。我毋知影讲这是拍毋掉字，还是讲因为甲即字嘛当做是迄款接续落去的迄个意思。好，安尼继续第4%头一纸中遐，我会答应是肯定的，吼，迄个字是肯，毋是困，读困敢袂使？肯定我知影啦，肯定就是无共的物件呢。好，阁有共一拍的第4纸，要摕啥物来？迄个字我可能会读精，小精的精。好，以上即几字，甲大家补充。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讨论补充的？好，阿明请讲。我要补充就是讲，头拄仔第3%。上尾迄个拄仔小可有讲到迄个刷啦吼，建议大家啦吼，会当做一个区别，就是讲 SOA 第3条的刷，甲 SOAH 的刷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若讲小连刷吼，还是讲接刷，即款的意思，咱就甲写做 SOA 第3条。另外 SOAH， 比如讲咱讲伊刷伫遐久久摸摸吼，还是讲煞咧想无啥物代志，就是讲华语讲的迄个却怎么样，迄个款意思的时阵，咱就是甲写做 SOAH。好，拄则阮替咱读的这5%，敢阁有其他的问题？好，若无咱就继续阁读落。毋知
你业摆是毋是嘛想要替咱读几趴？会使哦。会使吼，你敢知影咱即马读到倒位？要读第6趴。无为第6趴读到第9趴，好无？好，来请。因为社群媒体进步，网络顶的台语资源是愈来愈侪，即马无咱想的遐歹。台语歌曲的创新有甲英国无共款的开口，整体来讲，愈来愈侪人愿意重新接受母语。这当然是咱无科学性的观察，总是以台文发表的平台来讲，确实侪真侪。这对台文通信来讲，也是其他母语、非母语杂志来讲，敢是一种机会，也是危机。先讲对母语的发展来讲，当然是好处。以母语杂志来讲，可能会互取代；以华语杂志来讲，无即款问题，因为就算互取代，华语市场永远会伫咧。何况华语杂志根本毋免去烦恼语言消失的问题。台文通信就无共，要顾母语、书写符号、书写多元性、生活实行的议题等等压力袂少。当然，像海洋杂志、台文战线、教会台文专栏、台港杂志有固定的写作群、写作策略。咱搁一解无科学的统计，是安怎写作内容拢无啥改变。当然，这无定就是缺点。不离过，对长期互打压的母语来讲，搁随得到淡薄仔平等的母语来讲，这毋是好的状况。好，感谢 啊毋过读到第8趴尔，要紧啊，嘛已经足济啊。来，搁一趴短短啊，来甲咱读煞好无？好，感谢。华语出版的册，文学类敢占有5趴，我真犹豫，为何咱台语杂志雪强要到啥？要久久长长，有影爱甲一寡思维暂时放下，才通看清。读了。好，感谢。我无听到啥物问题呢？其他的朋友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无咧。无啊。好，安尼感谢 替咱为第6趴读到第9趴，安尼无问题，咱就搁继续哦。我好啊，我读3趴。好啊。好。咱伫讲座分享互大学生有1重点，讲来有影无啥特别，简单的代志，坚心直直去做是无简单。伫遮咱鼓舞有志的，增加阅读量，要写就爱读。真侪人根本都无咧读册，含华语都无，是安怎往忙来读台语？对母语作家，如果直直写共款议题、共款类别的题材，愈无可能吸引人。咱写作的人本身敢有咧读母语作家的作品，抑是读其他语言的作品？无论文学、非文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学得讲清，母语写作应该是咱人一生上基本爱有的基础。无论你要写天、写地、写功课、代写生活日常的代志，所以无应该束缚伫文学手路。还袂想要走，就想要飞，这咱拢感觉是方向毋对。要改有影，就爱增加多元阅读。台文通信这点比其他母语杂志来讲，有影是做了袂歹。咱捌看过真侪看语作家操弄语言，用一寡文学技巧展现伊会使写母语，甚至着顶。因敢有真正咧使用台语？无。迄敢若是伊一种转折的工具尔。即种文学性的推测，就失去意义啊！文学是生活一种启蒙品味，问题是咱无健全的母语生活，写读写是分袂开的。如果无去读过别人的作品，大量阅读，扩阔思写范围。母语发展无可能行远，
猛步要行远，爱好好啊思考。以上，敢有啥物问题想要提出来讨论？有哦，有一个所在，好，请讲。伫即个11%的所在，上尾一句话有一个词是健全，拄拄听你读做健全，嘿，哦，好，迄个健哦，就是咱讲健康的健啦吼，本条第7条。好，感谢。啊，敢阁有其他的字要提出来讨论？啊，对啦，就是拄则讲着11%吼，11%下骹算起来第三组啊，迄应该是拍毋着字啦，吼。拄则袂记你先讲，就是干若是一种转折的工具，因为伊写干若，想咧迄意思都无写着吼，应该是干若。啊，即字伫咧后一拍有啦，有出现伊是用，因为作者伊的腔口可能是讲干焦，毋是讲干若。若是要照伊的迄意思来讲来看吼，我是感觉迄个字要改做干焦。好，以上一点补充。啊，敢阁有人等一个 MN 有举手。好，MN 请讲。应该是11%，讲一种转折的工具。这转折敢是讲咧趁食的意思？对，就是咧趁食的意思。就是共意思哦。嘿，对。啊，毋过敢若较罕咧听人咧安尼讲。听拢讲趁食。对，趁食。嘿，啊，转折迄个转啊，吼，你若是去甲查词典啊，伊的汉字就是写迄个华语的迄个赚钱的赚。嘿，啊，毋过即字伫咧以台语的意思来表达，就是转折嘛，是有人伫安尼用。啊，毋知咱现场敢有人伫用即字的？我是，你有咧用吼？我是足罕咧伫用即字的。啊，有诶是会用较负面诶迄款讲法啦。OK，了解。好，马路口有举手。我的语感是转折，我感觉是讲，就是有原底有一个技术，啊，即个技术会使互你趁食，啊，讲转折甲有小可争差。我的语感是安尼，我无确定安尼对毋对？好，感谢。阿明是毋是有话要讲？拄仔迄个马路口后壁，了无听着，伊是讲转折甲伊所理解诶是了无共样。就是我的理解是趁食，就是趁钱食饭，就是要顾巴肚的意思。抑毋过我感觉转折是咧讲你有一个技术，即个技术会使互你食饱，会使互你趁食，所以我感觉转折完全会当毋是完全相共诶，伫我的语感内底。了解，你的意思是讲，就是有一个功夫伫咧啦，比如讲，无一定是功夫，比如讲伊嘛是一项物件，比如讲，迄个假使是我转折诶工具，对无？好，咱后壁有真侪朋友，请莫举手，咱先互现场诶请莫诶即个举手诶朋友来讲一下。我看朴如举手。好，大家好，即字吼，我以早听阮爸伊使用诶时阵，较类似拄则马路口讲诶意思，就是你安尼歹转折哦，就是讲你可能无法度透过这去得到你即个生活要需要诶遮诶资源安尼，大概是安尼诶意思。就是伊头前诶加一个歹转折，是用较负面诶意思去强调你安尼歹转折，也是讲你即马就可能类似你诶技术，也是讲你诶能力已经达袂着迄个程度啊，所以安尼歹转折。以上。好，感谢朴主的补充吼，嘛感谢马路口的补充。嘿，因为即集我真正平素无啥伫咧用，嘛无伫咧讲，所以较无迄个语感。嘛，互参考一下。吼，我今仔日学着啊。好，感谢两位。我看罗伊多有请麦，是毋是有啥物话要讲？大家好，我迄朴如有解说过啊，我要讲诶，和伊讲诶差不多相共。咱敢阁有其他诶问题？若无，咱就继续甲读互煞，为第13%读到上尾啊，是毋是换阿明啊？对。第2点，咱甲大学生讲，市场豆豆起来啊，恁爱准备好好，爱想看觅啊，你为何要修这课，学这理论，学了会当对恁有啥改变影响？这是
真实际搁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台语歌曲作词者目前拢是看语人在得？目前发表平台遐尼济，已经无顺母语人啊。总是讲母语煞有可能变成一种优势，要安怎展现？对，迄就是一种行销。咱看新闻，凤冈山仔因为中国肺炎病毒的云端煞互退货，迄明明无影无热、胡白乱斗的代志。物件好食敢免行销，物件好用好听敢毋免行销。这行销两字，可能做社会运动者无爱听，总是有时嘛着爱勇敢展现，才有法度行久长，有信心传落去。语言无应该是一种商品，总是咱真有可能需要利用科技甲一寡行销手法来吸引更较侪人来参与。咱无啥好庆祝的话，简单满满的愿望。过去真侪无参与到，未来定着会做伙行、做行动，这应该是我上好的祝福。以上。好，感谢阿明替咱甲即篇文章的上尾三拍甲读煞。我是无听到啥物问题啦，毋知影讲其他朋友敢有听到啥物字想要提出来讨论呢？安尼，咱针对即篇文章，敢有啥物所在想要提出来讨论？吼，啊，搁有咱头前迄篇。其实第一篇文章，迄是即顺稿哦。篇文章是伫咧2004年写诶。我会记得迄当阵可能才开始伫咧推行学生啊，就是小学伫咧学校内底上母语课，所以迄个台南市诶议员伊都有提出一寡建议要互迄当阵诶台南市诶市长。应该是叫柯添财啦吼，我有去查，应该是伊无毋对，因为伊文章内底嘛有讲柯市长嘛。其实伊内底的内容的部分，伊讲的迄几点，计共8点。我想即马应该是有一寡拢有解决啦，譬如讲教育局爱定期办啥物台语老师的认证啊，即马教育部毋是做甲写桥，足侪人拢去考试啊。真侪人嘛是摕着迄款有迄个台语老师的资格，这我毋知啦。毋过即马真正是愈来愈侪台语老师啊，毋知影有人敢伫咧即块有小可仔研究，还是讲有趣味想要做台语老师的？嘿，阿明请讲。我要讲的就是讲，迄个会当老师的迄个资格吼，教育部的我是毋知，但是我知影会讲白话字是 B2 嘛吼 ，B2 算讲摕着门票。会当去参加老师的训练，还是安怎，就会使有机会去做老师，台语老师。嘿，做真试。听讲嘛是真欠嘛，老师这嘛真欠嘛，所以嘛是大家若有机会当试看卖啊咧，对这教育这方面的有趣味的。毋知影咱现场的朋友，敢有人伫咧做准备，就是想要去做台语老师的，敢有？还是讲先去家考看卖，先有资格才来讲。你互我一个赞，是有啥物想法？罗伊都有野手哦，罗伊都有野手。歹势，我无看到。来，罗伊都请讲。好，大家好。先讲老师这个代志，我伫遮我有去问过，就是遮台湾人中心遐有去问过，讲有啥物资格教台语安尼。伊讲你愿意来就会使，因为即马足欠老师。我会记得我伫咧面册有看到广告，是毋是伫咧旧金山 San Francisco 遐有伫咧找台语老师？Houston 哦，紧去啊！你真有资格呢？因为我袂当去啊，尾啊就是因为我袂当领遐薪水，所以我袂当去。敢袂使一手领，你另外一手甲伊管出去？无法度。会使啊，就是做义工啊，都会使。毋过你无想要做义工，你想要趁钱？无啦，我会当做义工，毋过时间无配合。确实啦，因为毕竟也是家己的头路要紧这可能就是 part time 对吧？伊是拜六早起的课啊，所以你嘛知影拜六早起，我是较 prefer weekday 暗时较好。毋过伊是教囡仔，所以拢爱拜六早起。早起8点迄款时间拄啊顶一趴，我其实要讲一个笑话，就歹势，互我讲一下长线。好，我紧来，请讲。因为专家是阮细汉遐，阮家人遐就安尼讲啦，所以就讲迄有人伊的工具，比如讲阮爸做水电迄
水电工具，就是转食的迄物件安尼。嗯啊，我细汉哼有出过一个笑话，就是讲，迄时我要讲一个猫咪人是有伫上班安尼啊，啊，毋过迄个人，我印象中就是迄是一个女性，啊，所以我就讲，哦，伊是趁食查某安尼。嗯哼其实我迄时阵意思是讲，伊有伫上班。啊，嗯尾啊，哼，我姐就甲我讲，啊，你敢知影啥物是趁食查某？我讲，啊，伊有伫上班呐。你嗯，敢知影意思？趁我知食查某是，我知嘿嘿，是讲人伫上迄落，嘿嘿， ，prostitute，嘛无一定讲酒店嘛无一定上班的，也是讲哦地点啊上，OK 班的，也是 OK，讲嘿嘿，就是较靠一些方面的咯，做趁食查某，还是伊我毋知，所以嗯我记我足哼哼，细汉的嘿，啊，我就讲的是迄是趁食查某，要强笑安尼。哦，啊，就啊，是对方无生气就好啊。无，因为阮毋是伫伊哦，毋是迄个人伫伊面头面头前前讲讲，诶，嘿哼嘿嘿，是哼哼，你讲着某咪人的时阵，嗯嘿，哼哼，啊，有讲着讲，哎，伊有咧上班，啊，所以哦，我就讲毋着话安尼。伊迄个时阵我毋知影即个趁食查某的意思。嗯，啊，即马即个词会使记起来，记一世人啊，我袂放袂记啊。嘿，我就对，我袂记我偌细汉啦，毋过我会记是应该是国华啊，国较1、2年啊，迄时阵的代志的款，嘿，足细汉的时阵，哼，嘿，好印象。感谢你的分享，真趣味。好，会歹势，我想要延续就是趁食即个，因为我印象嘛是趁食查某，啊，毋过趁食敢若就是除了趁食查某以外，敢若无啥物所在有咧用吼。敢有其他的用法？比如讲，人问讲，啊，你要倒遐趁食，嘿，要倒遐趁钱，阮遐拢会敢若会讲转食，嘿，嘿，有听着，有听着。若是我会讲转食咧，就是讲你咧台食头路，还是讲其实较袂讲你咧台转食，是你咧台趁食，就是讲你咧台食头路安尼尔。啊，若是硬要讲，我会选转食，哦，我无听过其他趁食的用法，嗯哼，马路口共款嘿。啊，毋过若是敢若用即个高字吼，趁食，我是袂去想着拄则罗伊多讲的迄个意思去，就是你后壁若是加一个查某，就变做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伫想可能敢会是所在无共，所以你惯势的用字就无共。啊，譬如讲有人来问甲伊讲，啊，你做这吼，敢好还是无好安尼？啊，你就会回答讲，啊，就趁食尔。啊，可能甲恁用的转食可能是差不多的迄个意思。好，互大家参考。咱今仔日读的这2篇文章，大家敢有啥物想法，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因为咱即马时间嘛有较晏啊，吼。我想讲这2篇嘛无讲足长的短啊，啊想要甲大家拢真有想法。我要补充就是讲，转食嘛有迄个甲性迄方面的有关系啊，就甲趁食查某意思共款，还是讲转食查某安尼。所以我是毋是会使甲伊解释做，其实迄2个字是差不多，只是讲看你有惯势伫用迄字也无，因为我真正是毋捌听过呢。意思伊小我的所在，啊，所以就是看讲话安怎讲，啊，就会看去用倒一个词安尼，这就是一种习惯啦。嘿，对，因为我看找台语顶悬吼，你若是拍转正，伊嘛是伫咧代志内底，伊嘛有收迄个卖淫的迄个意思。啊，咱敢有其他的所在想要讨论？来，马路口。歹势，我阁想着一句，敢若有一句话叫做啥物好食毋讨趁，敢是安尼讲？我无确定。敢是好食？应该要食的，啥物要食，爱食。对，爱食是要食吼，阁毋讨趁。嘿，即句俗语是毋是阿明写的？敢是？袂记啊，写过上济。哦，无要紧，来会使找一对啦，对，迄讨趁的意思就是。讨趁个就是讨生活的意思啦，应该是，就是一般出去外口趁钱讨生活安尼，讨趁。对。较 neutral 的用法。嘿。啊，着即3个词拢有伊相像的所在，
对啊，就是做事啊，趁钱安尼迄意思，嘿。比如讲，我即马做即道真歹转食，真歹讨趁，安尼意思啊。若看伊要讲着讲真歹谋生啊嘛。真歹谋生。好，我听。真歹谋生。真歹转食啦。对，真歹谋生是啥物物件？好，安尼。我看咱时间嘛差不多啊，若是无其他的所在想要讨论，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无咱今日就先到这结束。感谢因有来参与读册，还佫有讨论的朋友。倒数的台语车榜的节目车榜放送叫后回，是12月初5甲12月19。会使讲是咱今年上尾2道的读册会，了后阮会先休困，休冬，一直到旧历的过年了后，才来继续。你若是对咱这读册会有啥物想法，有啥物建议，拢会使留话互阮。咱即马已经18集啊嘛，真正有真侪朋友拢算是讲固定拢有来参加读册会。想讲你若有啥物想法，还是讲有啥物建议，拢会使甲阮讲。好，我就先做一个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安尼咱后回线顶再会，大家拜拜。再会。拜拜。拜拜。再会，拜拜，大家晚安。今仔日的语词：当请、拯救、转接、愤慨、压托、活托、肯定、操弄、操人。